来看宜兰的头城哦，早起出现长影，今仔拄好是满楼，南方的渔港水嘛拢涨起来，码头嘛拢互海水淹掉。伫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哦，下晡4点开始就先关起来咯。往来绿岛甲红头树的船，今仔下晡开始到初4嘛拢先暂停。大影一阵拍在岸边，伫咧看到风台瓦群了。宜兰的头城乌石港已经出现一阵的长景，海巡人员也伫咧岸边开始巡。有游客出一岸伫咧海山坡露营，就讲风影正大，赶紧离开。晚上就过来露营了。对啊。哦，突然早上发现风浪比较大，我们赶快收这样。对，突然天浪变大这样。因为这都是满楼的情形，长影一直拍海山坡，有抢影的业者的设备拢被水冲走，业者赶紧收修理，以免造成危险。宜兰已经宣布在海应变立即开设，海华线、外海拢列做禁界区。因那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也伫咧处理到有景城休园。台东沿海的风景也愈来愈大，来过绿岛甲南水的船帮，下昼就要先停航。真多游客早起就坐船回来，有个人担心受风台影响，提前3天结束旅程。有点大哦。OK 啊，有没有提前回来啊？有啊。提前多久？3天吧。浪况就一开始很大，然后后面就还好。感觉有台风来的感觉了哦。一点点。因为风台可能对东北部海面造成危险，海巡署也特别提醒讲，之前绿岛才发生呛水游客和海流带走的情形，所以提醒民众要注意风台所带来长影的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